準備開始我哋嘅練習，將我哋嘅膊頭向後打圈，喐下膊頭嘅關節，雙手放喺膝頭哥上邊，合埋雙眼，將你嘅注意力放返喺自己度，幻想將你嘅雜念全部都呼走晒佢。一齊做少少呼吸嘅練習。當你吸氣嘅時候，脹肚、脹胸、脹背脊，幻想將你成個上半身吸脹；而當你呼氣嘅時候，膊頭沉低，放鬆你嘅身體。保持住我哋脊椎拉長，慢吸，慢呼，鼻吸，鼻呼。最後一個呼吸，完成我哋嘅打坐。慢慢張開雙眼，鬆一鬆我哋嘅雙腳，可以轉動下我哋嘅腳腕，活動下我哋嘅腳趾。慢慢盤腿坐返，雙腳前後同你頭先打坐係調轉嘅。吸氣舉高雙手，呼氣慢慢肚皮沉低，心口沉低，雙手撳落地下，頭頸放鬆。如果條頸唔舒服嘅話，可以拎一嚿磚放喺你嘅頭下邊，俾你嘅條頸更加有承托力。假如你想加深個難度，你亦都可以做個蝴蝶式嘅版本，腳板對住腳板，坐返好佢之後一樣啦，慢慢俾你嘅肚皮、心口沉低。你可以手踭落喺大髀上邊，或者手踭落地下。亦都可以用一個拳頭搭埋一齊，晾住你嘅額頭，或者同頭先一樣啦，晾喺磚上邊都可以，你自己選擇。甚至雙手爬遠，放鬆你嘅頭頂，額頭落地，亦都可以，跟返自己程度就得啦。慢慢感受我哋將個大髀打開，拉鬆髖關節，打開髖關節，再加埋我哋脊椎拉長嘅感覺。慢慢推返自己上嚟，進入下一個動作。將你右腳打開，右手放喺外邊，屈曲少少右腳，吸氣舉高左手，呼氣左手捉住腳板外側嘅位置，做一個前接。如果你柔軟度高嘅話呢，右腳可以伸直佢，額頭掂小腿。再可以嘅話呢，手踭晾埋落個地下。呢個動作可以拉鬆我哋右腳大髀內側，再加埋左邊後腰。慢慢上返嚟，我哋做埋另一邊。今次左腳打開，左手放喺外邊，少少屈曲你嘅左腳，吸氣舉高右手，呼氣右手捉住左腳腳板外側嘅位置，慢慢做個前接。一樣，如果你柔軟度高呢，記得將你左腳伸直，或者右手手踭放落地下。慢慢享受埋呢一邊嘅大髀內側，同埋右邊後腰嘅拉伸。推返自己上返嚟，跪喺地下上邊，吸氣右手舉高，呼氣右手穿針，將個膊頭放喺地下，左手向前伸直，好似打咗個十字咁樣。
將你嘅下巴放喺地下上邊，咁就將你嘅前頸呢拉長打開佢，而你嘅後頸呢要放鬆。feel 到我哋右邊手臂膊頭嘅位置會有個拉感，準備上返嚟，做埋另一邊 set 返靚隻手佢。吸氣嘅時候舉高左手，呼氣穿針左手手臂膊頭放落地下，右手向前拉直佢。除咗你嘅左手，其實右手伸直佢呢都會有個拉感喺度，兩隻手都有做緊嘢㗎。慢慢推返自己上返嚟啦。keep 住腳趾踩實喺個地下，兩隻手向前爬出去，會做個 puppy 啦，狗仔嘅伸展，俾你屁股拖後，下巴再一次放落地下。如果條頸唔舒服呢，額頭落地都可以。甚至如果個拉感太細，你想大啲嘅話，雙手行前多一步，屁股指向天。慢慢呼氣嘅時候，將你嘅心口、下巴拉長，下巴放喺地下上邊。假如你嘅心口掂唔到落地下，唔緊要㗎，繼續俾你嘅下巴又或者額頭落地都 OK 㗎。當你每日都做嘅時候呢，你會感受到你個胸口越嚟越重，就可以墜低佢㗎喇。逐步逐步嚟，唔需要急。好好享受你脊椎拉長晒嘅時間，準備上返嚟啦。好，慢慢拱起返個背脊，推返自己上返嚟。形骸式 pat pat 坐喺腳踭上邊，趴晒成個額頭落地下。Child pose。我哋今日嘅練習完啦，拜拜。